因為有選擇，有選擇，因為有咩？有本錢，有本錢，因為有本事啊嘛。第一個係自重，你要重視同珍惜自己嘅存在。由於你珍惜你自己嘅生命，重視你自己嘅價值，你會自愛，喺啱嘅嘢入口，擺好嘅知識入腦，潔身自愛，同啲品德能力良好嘅人喺埋一齊。而更加重要就係唔做啲乜嘢嘢。唔好同啲壞嘅人喺埋一齊，唔好做啲無謂嘢，所以你會選擇去抵抗到啲誘惑㗎。誘惑係咩？好辛苦啊！不如唞下邊啦。哎呀，天晴掛下張單咗，我順手唞下啦。我要慘情啦。或者你諗法會害自己嘅，唔好要，你就會自樂。任性係一種自暴自棄嚟嘅，其實。通往天堂的路猶如地獄，通往地獄的路猶如天堂㗎。你想感覺良好，多數都會死嘅。會從我經驗度令到你嘅咩啊眼光格局能力經驗提升，你就會自強有客。因為你有銷售嘅能力，跟住你有數，跟住你有錢，跟住你有 team，跟住你再有 passive income，你就可以做到咩啊？自由。